顶个月初7，一只屏东的渔船休伫咧摩里西斯的港口，船长因为有去批评隔壁船的船员咧食酒，佮大声咧喊，颠倒去互对方围起来整。今仔透早，船长转来台湾说明，有协会是咧质疑讲，咱国的渔业三法想过保护外国的渔工，好政府应该爱来保护台湾的渔民。 社会化考核呼吁维护台湾船员的人权。屏东镇民用368号渔船，当地时间初7下晡6点外，伫摩里西斯的港口进补的时阵，台籍船长因为骂其他船只无经过同意走来啉酒吵闹的印尼等外籍船员，互至少5个人拍。这是透早船长亲身讲出互拍的过程。画面中看到迄船员，迄拢毋是我本船的船员，迄拢我毋捌的。啊，伊来甲我质问，我是讲啊。 在虾米伫遐咧厘清的时阵，右手边就有人开始动手啊。当时港口停的大部分拢是台湾渔船，但李船长无清楚动手的船员是对一只船的。伊互拍至少20分钟，为着活命跪落来会室咧，互当时嘛伫摩里西斯的老爸真毋甘。你会当用申诉的方式，来质询冤囝，安尼我拢心服口服啦。上大的问题就是船员。 有后壁有 NGO 有劳团，种种足侪咧，互因做靠山。协会质疑即卖渔业三法伤过保护外籍渔工，对台湾船东船长保障煞真少，已经严重失衡。希望政府有实际作为保护渔民。发文给外交部哈，那同时我们也有副本给那个印尼的那个办事处。 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希望透过外交的管道去协助处理我们这一块船长被殴的事件。除了协助追究外籍船员的责任，渔业署表示已经派人收集相关影片等证据。若确认船员嘛是台湾渔船请的，等船长提出告诉，经过司法调查了后，就无搁雇用。记者陈焕武、面交馆屏东报道。